继续来到云林的斗六，这个清洁队逐工拢有割草的任务，这个割草机啊，若去夹到石头啊，石头就会弹出去，讲到停伫路边的车。讲旧年就发生17件，每一件拢来申请国赔，实在是赔袂了。所以公所就要求清洁队爱做防护的措施。一开始是用人力来揪这个网啊，但是真费气，嘛拖慢进度。即卖清洁队改装资源的回收车，伫车体来倒这个网啊，效果真好。 清洁队刮路边的杂草，这是逐工一定要做的代志。所有人拢是全副武装，面罩、头盔拢总有。后壁还有一台用资源回收车改装的护网车，车有倒2领网啊。这个组装要多久？大概不用到1分钟。这是云林斗六清洁队开1万块改装的护网车，因为刮草的时，这杂草甲石头乌白飞，钣金弹甲害了，进前无护网车石头飞搁较远。 停伫路边的轿车玻璃嘛破了，有真个人去找，窗仔门嘛破去，逐件拢爱搁赔，真正是赔袂煞。所以讲，公所要求清洁队割草的时，爱派2个人看网啊，安尼共捡到的数量为去年17件，就减少到今年2件，效果袂歹，也毋过。人工来拉网，那6个人一组跟8个人一组，扣2个的话，就等于减损了33%跟25%的一个人力。对，所以那时候我想说，那进度一直赶不上，那是不是我们用一个车体来做一个遮挡？ 清洁队用资源回收车到防护网，这网啊一个拍开，就再发挥防护功能。省一寡人力，目前有3台行动护网车出勤，提升工作效率，嘛较袂去伤到民众的车。